關心妍正在舉行入行25年巡演，首站喺廣州啟航。阿 Jade 9歲大嘅女兒心心今次自薦做嘉賓，同媽咪同台合唱，大受歡迎啊！今次亦都女女同我一齊去首次唱我嘅歌啦，咁佢就挑戰咗負擔不起，咁佢都好淡定啊，出嚟都唱得好好啊，真係有啲遺傳啦，咁所以佢話下次佢再挑戰其他嘢，咁我都期待嘅。阿 Jade 今次開 show 歌單經過精心挑選，演唱咗好多之前受歡迎嘅經典，希望同歌迷留住青春回憶，亦成為阿 Jade 嘅好大挑戰。就當愛錯了你，就當放生你，無謂你説話裏有這麼多怨氣，我就放開手，無謂再忍你，明白放過你是放過自己，這個道理。原來已喪心，但亦算可玩，日後已不可能更傷心，縱使到處散心，也望着電話做人。多幾個對象，怕你愛得比我傷，有另一客場，但愛情沒價，何必幻想？值錢的不是善良，聽着情歌，紀念就如漩渦，1000句當中有你，當中有我感覺，真的愛過。今次演唱會咧都有啲難度嘅，即係譬如今次會有仍然啊、以身自愛啊、重新出發啊，即係好多好難嘅歌咧，全部擺晒喺一個演唱會度，自己都唔知道。咁但係都好開心嘅，因為大家聽得好好，亦都好享受。咁亦都最後 encore 都大家都唔捨得走啦。最後都唱咗一啲可能開盲盒啦，每一個。咁今次就開咗接受現實同埋白費。咁希望喺每一站都可以為佢哋帶嚟唔同嘅驚喜。